今日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天氣概況，預料現時影響廣東沿岸的偏東氣流會在今明兩日逐漸被一股偏南氣流取代。本週後期至下週初該區天氣炎熱，亦有幾陣驟雨，而高空擾動會在下週初至中期為華南帶來驟雨及雷暴。今朝經濟速睇，滬指收3403點，昨升29點；恒生指數23640點，昨升532點；道瓊斯42051點，昨跌89點。美元對人民幣7.2090，紐約黃金3182.13美元安士，紐約原油62.39美元每桶，美10年國債收益率4.539。財經頻道，週三5月14日 A 股市場午後喺金融股帶動下震盪向上，創業板指升得最多，滬指重返3400點，35個交易日後再次企穩3400點。大金融帶頭，港股反彈強勁，收盤三大指數升幅超2%，金融股對指數影響大。如果持續睇好，短線情緒會升溫，有助吸引更多資金入場。美國白宮話，800美元以下小額包裹關稅由120%降到54%。中美關係緩和，物流成本跌，刺激貿易回升，港口運量同運價預期齊上升。人民幣匯率喺中美會談後連續走強，逼近7.2，反映海外資金睇好中國資產。高盛話，未來90天美國進口成本跌，中國出口會好火。週三中國央行公布4月末廣義貨幣 M2 餘額325.17萬億元，同比增8%；狹義貨幣 M1 餘額109.14萬億元，同比增1.5%；流通貨幣 M0 餘額13.14萬億元，同比增12%。前4個月淨投放現金3193億元，2025年前4個月社融增量16.34萬億元，比去年多3.61萬億元。4月末社融存量424萬億元，同比增8.7%。本外幣貸款餘額269.54萬億元，同比增6.8%。人民幣貸款餘額265.7萬億元，同比增7.2%。前4個月增10.06萬億元。本外幣存款餘額321.68萬億元，同比增8.2%。人民幣存款餘額314.78萬億元，同比增8%。前4個月增12.55萬億元。歐佩克月報話，2025年全球經濟增長調低到2.9%，2026年維持3.1%。美國2025年同2026年經濟增速預期1.7%同2.1%。歐元區2025年同2026年增速預期1%同1.1%。A 股三大指數週三齊上升，滬指重返3400點，收3403.95點，連升3日，升幅0.86%。滬深兩市成交1.32萬億元，但超2800隻股下跌，個股表現麻麻。金融板塊強勢，帶動指數上升。公募基金新規可能係主因。午後升勢反映投資者情緒回暖，但未有明顯訊號話會大升。滬指短期內可能喺3350至3400點繼續震盪。中美會談有進展，提振市場信心。中國股市估值同風險偏好會慢慢收復，關稅憂慮減少，賺錢效應升，場外資金或加速入場。港股週三高開高走，恒生指數升2.3%，收23,640.65點。關稅利好淡化，港股欠缺主線，高息紅利股受捧，科技股唔多起眼。後市睇好情緒一般，中美仍保持部分關稅，市場期待更多利好。特朗普風格多變，90天內能否有進展，仲要睇住關稅反覆風險，都要小心。美股週三表現唔一致，道指跌0.21%，收42,051.06點；納指升0.72%，標普500升0.1%。市場關注貿易局勢，
等緊周四美國 PPI 數據，穩聯儲局利率線索，中美關稅暫緩，美國資產狂熱，壓住衰退嘅投資者，損失慘重，機構被逼平倉空頭款項，美股同美元急升，美元強勢，美債收益率升，金價大跌，現貨黃金跌穿3170美元盎司，創4月10日新低，日內跌2.5%。瑞銀將美股評級由吸引降至中立，話唔係睇淡，但上個月升得太急，高盛警告，若經濟數據惡化，衰退憂慮再起，美股有下行風險。美聯儲話經濟不確定性升，會觀察關稅影響，再決定降唔降息。今日生活逆數5月15號，乙巳年4月18，猴日衝虎，諸事不宜，大事小心。生肖馬、豬，狀態好；龍、猴、雞、狗，狀態 OK；兔，狀態一般；鼠、牛、虎、蛇、羊，要小心。當日配色：白色旺，黑色順，紅色利談判，綠色較弱。今日講住咁多先，聽日再見。投資如老子道家講，無為而治，順勢而行，唔好強求，跟市場節奏，靜觀其變，方能穩中求勝。